去完旅遊即刻翻嚟投訴啦。頭先啊，我哋上廁所啊嘛，佢有嗰個飲插隊啊，有兩個女人嚟㗎，公告啊。佢肩隊嗰時你講咩啊？不可以尖隊，尖隊是不安的行為。公證處主任，佢阿媽話扮你入住仲激氣。又有一個人又尖隊喎，哎呀，真係麻煩咯。而家曹操在世都嫌佢粗心啊！個人點啊？道理喺度啊，你都唔理我啊，嬲到辣雞咁樣啊，唉。嬲到冇語，都係辣雞啦，好煩啊，好麻煩啊，真係。好人易做。啱啊，第日仲去咪旅遊添啊？去，做咩唔去啊？講收真，講禮貌，不要尖隊。成個文明大使咁啊！一講起去旅遊啊，笑到指日可待咁款啊！我希望到又兼翻佢添啊！唔知我都要拒絕同流合污，以後我哋啊排好隊，10點水出街，你又順風順水。甘心排到法國。